台中市政府新闻局举办中开十足华语流行金曲的音乐节，特别来参揽到跨世代的歌曲，要来打造一场少年人唱甲变过，爸爸妈妈嘛会当对咧唱的金曲派对。 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头一届推出2025中开十足华语流行金曲音乐节，打造跨世代的金曲 Party。5月3号、5月4号2天呢，我们有这个为期2天的这个经典金曲的音乐节。那么我们这2天呢，主要都是一些过去1970到1980的一些经典的金曲，要一再的传唱。新闻局表示，过去的音乐活动以 Rock 也是亲自做主题，这个特别计划跨世代的金曲主题。7、8年来这些。 对我来讲，也觉得是陪伴我们经过这些年轻岁月的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场也会带来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，然后这些改编，甚至是自己的作品这样子。5月初3、初4音乐节在台中原本户外剧场盛大登场，专程是免门票，欢迎市民做回来参与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